朋友，咱头一摆见面，你伫劝导我、鼓励我，叫我若记到什么代志就爱忍耐，因为我的道业紧接，又搁伫咧劝我，唔通轻易出手，则袂去伤害到无辜的。我认为你讲这话是教我做人做事。我认为你是一个仁义善良的人，为什么今仔日记到我？ 来反面无常了，朋友，你是安怎会报过我就唔讲？敢是我下工量去得罪你？我若有得罪你，我情愿向你赔罪啊！哎呦，老大诶，这安尼规身躯拢酒味呢。 这是咧酒醉呢？什么？原来伊是伫酒醉啊！吼，就是安尼才会。今甲差不多转来去用一个解酒汤来解酒。好，哼，我俩准是倒位武林的高手，但是啊，就是一个醉鬼哦！哎呦！大哥，你还袂甲我讲，阮阿爹哪会无甲你斗阵斗转来？ 咱转来再慢慢讲。那大哥，我爱你即马甲我讲，是毋是你找无阮阿爹？青丽啊，你实在甲别个查甫无共款啦。尤其你的情感又搁薄弱，身体搁无好。我若实在话甲你讲吼，我是真惊讲你毋对啦，毋是分落哦，都靠一个足凄惨。你紧讲，哪里你紧甲我讲啊？啊，就明通讲，恁老爸是伫咧乱石中迷路，啊，伊是故意骗我讲去迄个回来劫要来谋害我。其实恁老爸早就死在明通的手头咯。
我失去相亲是叹不平啊！我愿意甲你结拜，为个故人。大哥，你要跟我结拜做兄弟？兄弟，你两兄弟拢饭桶。你是安怎唔主动朱公主？你敢讲袂记你因袂用随意路面的死？夫人啊，朱公主要出去是坐轿，而且佫放轿离离的。是，朱公主伊嘛无走远，你秋香哥甲李春义咧啉烧酒而已尔。哼，迄个所在人侪又搁复杂，万一若去互捌下工量的人认着是伊，敢是自找麻烦的？通死，多叫统又搁失败，王爷又搁派人来找我倒转去行城，偏偏这个时阵，还搁袂当得到迄条批示，实在要急死。赵夫人，好啊，退下，拢给我退啊！是。含受爱好美食，贪图享受，若安尼落去，早晚会误了大事，连累阮母囝。看起来，我只有亲自设法去夺玉清迄张批，旨意下工量，相信明事手，一定会照我的话去做。朋友，你精神啊吼！来，这是。我的名叫做明思秋。明。虽然我比你较济，但是四海之内皆兄弟，你若无气嫌，我会用叫你一声小六，你叫我明大哥就好啊。好，明大哥，我就叫你明大哥嘛。嘿，你实在做人真爽快。来，该酒汤紧饮一点。唔免，前辈的烈酒，也无法度通醉倒我明思秋。拄则，只是因为我旧病突发，所以才会头眩。哦，明大哥啊，安尼我爱赞美，无定着我会医好你的病哦。来，唔免啦，啊，多谢你的关心。我的病是因为思念妻儿所引起，石色也无法度通好医治。小六，我为着想要见我失踪20年的囝儿，拄则险险着对你出手，希望你唔通见怪，我应该顾事了。哎，慢者。明大哥，你拄则伫讲，你要找到你失散20年的囝，你敢知伊住伫什么所在？听讲，我的家后已经病死，我的囝做别人的养子，所以我连伊身在何处也唔知影，甚至连你的姓名甲面貌，我都拢唔知。你嘛看过这物件无？这是伫咧包养你的老皮。是，我是故意。自细我的师父伫咧江边甲我捡，这条路皮就是包伫我身躯的。你要找你的囝，我要找着我的爸母，你我是毋是？我知影你的意思，小六。如果你若真是我失散的囝，我会欢喜到
连困去做面梦都叫出声来。可惜，我的囝家你真济。这条黄面落皮是皇族才有的物件，不是普通的百姓人伫咧用。我相信你生身的父母，若不是皇亲，便是贵族。小丽，唔免失望。自古吉人天相，我相信有一天，你会找到生身的父母。叶明珠，这是宝庆王派吴将军送来的礼物啊！吴将军，伊人咧？伊即马伫咧夜馆等候，等公主你若收拾好势，就要护送公主进京，准备甲王子自细人完婚。婚期敢是定咧8月，是安怎遮尔早要叫我进京去？公主，这个道理真简单嘛！你不只是一位来遮游玩的外国公主，即马你是宝庆王未来的新妇，你单独伫咧江南，王爷伊当然袂放心嘛。公主啊！赶紧去见吴将军。好是好啦，也毋过公主啊，即马你都毋甘要离开马公主，啊若搁拖到8月，你敢会甘要离开伊是？马公主，马公主啊，马公主，马公主啊，马公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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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！当时乡里的叫声，好亲像真着急，分明是向我伫咧求救。
郭明碧啊，翠玉虽然介夏江良是青梅竹马的伴侣，也毋过伊无愿意对伊走。夏江良认为讲翠玉伊是变心，所以才要杀伊。也那呢，夏江良当然毋敢对我承认，才会要杀我灭口。马公主，你若袂好好疗伤，你是要去倒位？我要去找夏江良。马公主，你即摆有兄弟的，你若是夏高娘的对手咧。我毋是要甲伊动手，我有一件真重要代志，必须要当面甲伊问个清楚。若无我是无法度通踮遮养伤。马公主，我来去找夏高娘，互你当面问伊。夏江良，夏江良，我唔知影叫是生做啥物咧三粒头六支手的，一个假面啊！哼，不过这是一个唔正囡仔尔。到你唔知咧配合伊倒一点，我嘛煞算。无啊，靠心的！我咧问你，你是无听是无？莫吵啦，我咧无闲啦，咧款英暗的菜啦。阮老大上爱食即个煎土豆。这你的骨头啦，煎土豆。无啊，你到底是咧安怎你啊？安怎？行，看我转来去，我唔准你搁咧做啥物咧下工粮啦，啥物粮的路财，跟我行。哎呦，哼，无啊，下工粮啊，你这下啊老大的啊，哈，阮翁苦心的吼，甘愿无摕半仙钱，你要做你的路财。讲啥物伊咧配合你的功夫是咧偌好拄偌好，无你到底是好到啥物程度哈？啊，当你是有偌济好功夫，你嘛变一泡仔出来，眼看嘛影咧。看，你看啥？若是你这般的叫嚣吼，若甲我讲你的功夫会偌好到啥物程度吼，我有哪无咧甲你信啊？算啊，互你有功夫吼，结果有那两三步仔骗步啊尔，倒退步啊尔。啊，你是你著无路用骹笑吼，只会安尼袂见袂笑啦哈，比人较侪回咧叫人啥物咧老大的啦。迄是你著骗步用啊骗阮那个戆翁啊尔啦，若像我这么巧的人吼，才无简单去互你骗。哎呦，这款的疼法哦，我介先伫倒位捌听过了，到这是伫倒位听过啊？真拄好，你嘴开开，担心你的后情啊！哎呦啦！我想着啊，顶房啊伫咧客栈的门骹口吼，就是参照这款的疼法啦。哎呦，安尼迄回狐狸仙，毋就是伊啊了？哎呦，唔通安尼拢知啊，撩命我靠！哎呦，我的笑死我老大的，你真够！你会晓甲阮迄个马儿仔某安尼甲伊教示着，啊无伊安尼一口呆呆吼，毋知影天偌悬海偌深了。这个马儿仔某，敢若安尼黑白讲话啦哈，啊是讲啊有影老大，迄拄拄啊吼，伊安尼三八话讲规摊有影有较超过啦，啊你都毋通生气了。哈，我哪会去甲伊计较咧？等下怎无煮饭互你妈啊？啊，莫紧，我煮。我出来去买一只马啊！哈，你要怎？马送青女倒转行城。小等下，你是伫叫我啥？是啊，我想要请问你，姑娘，你是要问啥物？你尽管问啊。我听讲有一位夏江良，时常伫这个附近咧出现，但是我毋知伊住伫倒位，你敢知影？
你先哪无应我咧？你是毋是惊叫下工娘知影找你的麻烦？姑娘，敢问姑娘啊，你的风标使我无法随分灵。好个打听伊的踪影，我仍然对你讲的是情。看你的宝剑哦，也在手，无非甲伊有冤仇的。看来这个查某也是甲伊迄个罗玉通同款，被赵夫人甲个姓朱的利用，伊也是同款要来夺这张批，要无我就向前来去甲试探。如果伊的本性若是袂歹呢，哼，我就留伊性命，劝伊弃城归正，安尼就是。无你知影毋知啦？我毋知影呢。啊？你毋知影是安怎袂较早讲的，害我倒来等你半步。安尼袂晓搁较笑亏。你耽误我自杀的时间，我都无得来受气啊！你煞颠倒伫咧怪我。你先来要做啥？你讲是无要紧，我的名叫做苦心的，我是替人做小偷的呢。查啦。你若要问我的情形哦，要讲是话头长啦，我会去耽误你的时间。我也是吼，行我的路，你去找下工娘，互我安尼顺时来自尽考试者。